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过来无本土病例有2个境外病例，部长陈时中讲，后个月有可能会来开放2剂主无共牌子的疫苗。美国驻中国大使洪提名人伯恩斯今仔出席听证会，伊批评中共的军机威胁台湾，互人真反感。游泳选手王冠宏伫全运会参加在项目的比赛，摕到8块金牌、2块银牌、800公尺自由式嘛拍破全国纪录。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今仔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哦，嘛无死亡案例，有2个境外病例。今仔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因为官员拢伫立法院备询，所以停开一届哦。目前咱国内哦，阁还未开放一般民众会当注2剂无共牌子的疫苗。外界是拢真关心讲哦，什么时阵才会开放？部长陈时中表示，后个月应该有机会。当然要看到货的情况，那我相信下个月是有机会的。台湾、美国同样也开放莫德纳加嬌生的混打，台湾会考虑吗？因为嬌生我们现在并没有进口哈，所以在目前大概不考虑这个事情。有专家嘛建议讲，咱台湾应该放任入境的管制哦。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会等下第2剂疫苗的注射率有一定的比例，才会来考虑。指挥中心昨暗头啊宣布讲，明仔载开始要优先来开放7月16日以前有注莫德纳头1剂，64岁到55岁民众就会当去预约注第2剂咯。再来看新北市双溪的虎霸潭失踪的6个人，搁剩一个细佬8岁查某囡仔，搁还未找到。今仔嘛有400外的搜救人员，搁有4只搜救犬做伙在找人，望讲会使赶紧来找到这个妹妹。领警员带搜救犬准备来投入搜救的行动。新北双溪虎霸潭6个人去到大水冲去，搜救行动已经来到第6天，经小刷咧找到5个失踪去的人，其中有一个8岁的查某囡仔失踪。考虑到讲姓陈的少女，伊是伫20伫河边的草坡啊找到。21就特别出动4只搜救犬来咧倒吹，主要会沿着就是河道的两岸，就是能有的空间，我们会让犬只去做搜索，然后他们会针对可疑的气味，然后就由领犬员的观察、犬只反应，然后去希望能够去定位到这个刘小妹妹。警消表示讲，溪水的水面已经下降真济，溪底的草坡啊、甲石头嘛拢捅出来。这摆因为这个岸边的干芒草发比人较悬，还佫会请清洁队来斗处理。也若讲搜救犬水下无人机啊来斗搜查，伫21有刷咧投入400外人来斗找，用规帮人咧找的方式，伫溪坡顶悬咧找。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啊，是经过3、4天，如果可能，其实已经漂在湖面了。那目前在水面上，几乎是昨天整个搜索重点还是没有发现哦，它要么就卡在石头缝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以人链的方式来做处理。也若检警追查专案，这几天已经刷咧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参加公司出团的领队，了解公司出团甲带团的模式。初步清查，他公司成立大概是107年，那我们近年的资料我们都会一一调取。只要是公司有他们曾经办过的活动，然后里面的人员，我们也都会逐步约谈。检方讲，专案小组会透过调阅公司活动资料，甲传唤证人，每一团因出团的安全准备组成的这个细节会甲背会而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伫9月2日推出优惠的幸好券，民众会当伫台北通的 App 来登记。不过台北通的 App 迄天中昼煞袂登袂当，像台北市长郭文德要扫实联制嘛拢无法度使用。台北市资讯局今仔嘛提出检讨的报告哦，指出讲是因为无做好压力测试，造成系统出问题。并没有把2个系统做整合的压力测试，那这个缺失呢，也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提早的去把这个交互繁复的一个影响，直接在上线之前抓出来哈。那在整个引发失误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整个台北通它对于整合进来的新的功能系统，它必须有比较繁复的认证程序，那因而也导致这个过程中它的笔数会被放大，交易笔数会被放大，因而导致我们系统的负载失衡哈。台北市资讯局表示讲，台北通的 App 是利用之前台北卡的3.0资料库，再加上幸好券，原本的系统无法度通应付，当初嘛无做整合的压力测试。
另外嘛，因为全球的晶片欠缺哦，硬体资源无法度增加，所以才会出问题。再来看花莲空军基地一台 F-16V 战机，昨进行射击训练哦，后来发现讲飞行机的机身有枪支孔。空军司令部初步是认为讲，应该是伫空中射击的时阵造成其他的系统造成的，也毋过其他系统哦拢无问题。专案小组嘛已经在调查咯。一台 F-16V 的战机20日执行炸射加机炮射击训练了，登机花莲的空军基地被发现造成挂下骹机身的蒙皮可能出现不明的枪支孔，引起注意。空军司令部进一步讲，蒙皮唔是由枪支拍到，初步看来，这两个测伤应该是空中机炮伫咧射击时阵所造成的，因为其他系统拢正正常。这么由专案小组伫咧做调查。飞官就有反映说，其实有多次的反映说，我们国造的弹药可能有品质可能参差不齐的这个状况。目前我们现在了解的状况，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他最后还是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有军事专家讲，美军新型的战机 F-35也把发生过蒙皮测伤，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才是重点。因为 F-16V 所搭载力量机炮，24年前对只换装时阵是使用美国的弹药，这么已经改用军备局所制作的各种弹药。有飞官讲，在过去就发生过卡弹的情形，这边意外是不是跟弹药的品质有关系？专家讲，空军将回头追查弹药制作的年份。热烟弹、照明弹、炮弹等等这些，我们的科研单位都有惩治部分的能量哈。但是现在呢，问题就产生说，好，我们要回溯说，这批出问题的哈，说机炮炮弹哈，是当时候是哪一年哪一月所制成的？就假设一个月为一个。停止周刊，而停止周期，或者说1年为停止周期的话，就停用。空军无排除各种弹药品质无好造成这边的原因，有可能是政绩激发了产生碎片去拍到蒙皮。专家讲，若是证实弹药有问题，至少才先停用生产前后1个月弹药，加状况排除。尤其两岸最近局势紧张，战机的飞行安全是不应该凊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驻中国大使洪提名人伯恩斯今仔出席听证会哦，伊表现出抵抗中国强硬的态度。伊嘛批评中共的军机威胁台湾，互人真反感哦。伊嘛讲，因为伊捌见证香港主权的移交，所以知影袂当相信中国的承诺会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外交部今仔嘛证实讲，部长吴钊燮要去斯洛伐克佮捷克访问。美国驻中国大使被提名人伯恩斯20出席参议院联署听证会，甲以往驻中国大使大部分拢是政治人物无同。伯恩斯是资深的外交官，捌担任过国务院次卿。伫听证会上的发言也展现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计划要联名对抗中国，也批评攻击扰乱台湾的行为，会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Beijing's recent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re especially objectionable. Beijing proclaims that the East is rising and the West is in decline. I'm confident in our own country. I believe that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we can prove them wrong. 几多位议员关心台湾的议题，伯恩斯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也讲到办见证香港的主权移交。而这么中国的承诺拢变作空谈，袂用相信。美国有责任让台湾变作一粒无法度拍开的坚果，支持扩大对台湾军售。We obviously cannot trust China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it's made on the Taiwan issue. Help it increase its asymmetric defenses throug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hat as well. 同时，美国驻日本大使、加驻新加坡大使被提名人，也拢伫咧听证会上讲，会集盟友的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外交部也正式部长吴钊燮会去斯洛伐克加捷克访问，强化台湾加中东欧国家的连结。以具体的行动来阐述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强劲的经贸实力，以及台湾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吴钊燮20日将会先去斯洛伐克，伫当地地课所举办的台湾论坛发表演讲。随即去捷克接受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颁发国际贵宾的奖章，会晤友台布拉格市长赫吉普。因为 IPAC 29伫咧意大利罗马所举行的第一遍会议，
因为疫情甲行程的关系，5招式将改用视讯方式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传出日本的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已经互破解了，有200多种正版的游戏，规组2万几块都买得到。经济署嘛掠到这个业者2档内卖出500多组，赚1000多万，嘛已经甲伊上法办了。摕日本任天堂公司出的这台 Switch 电动机啊，民众伫耍赛车是耍甲真热，尤其是伫疫情的期间，侪民众踮伫厝内，互这个电动机的销量是搁较好。根据任天堂公司的统计，今年4月份至6月份，全球都卖出445万台。不过，煞有不法的业者，把这个电动机啊破解，互民众用正版的机啊，就会当耍盗版的电动。它是利用修改主机，加上提供2T 的硬碟。那2T 的硬碟内有200多个游戏软体，那它也提供破解的注入器，好让你破解。警方查到业者伫主机内底安一个虚拟的软体，互民众会当甲盗版的电动灌入去，或者是连续去外国违法的网站下载盗版的电动。最近这2年来，因用这款的手路伫咧卖，他的乌心钱已经是上千万。而且嘛，侵犯智慧财产权，还有商标法，相当恐惊，就要面临3年有期徒刑。通常是从上面这里把游戏卡片插进去，你没有游戏卡片的话是没有办法玩游戏的。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你从任天堂的 eShop 下载它的数位版游戏，一直到现在才有破解的技术，表示说它本身是很难破解的东西的。有卖电动的店头讲，任天堂为了要预防盗版，因伫设计程序是真严格。这届也是头一届听到有人成功破解。警方提醒，盗版的电动若是下载使用，或者是转卖，拢恐惊会触犯商标法或者是著作权法，民众千万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驶到宜兰开7000万苹果，建议讲宜兰4城路东，各有关检中心4个车头的地点，各界意见是真侪。嘛传出讲交通部长王国材向行政院长游锡堃报告的时阵佮另外提出2个新的方案。游锡堃是讲只要毋是4城站，其他拢好，伊嘛尊重专业的评估。车头的地点什么时阵会决定？部长王国材是讲当半内底会有结果。高铁延伸去宜兰站选地点的问题，除了4大方案，所逼出还佫有第5案甲第6案。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回讲，提出这2案是地方提出的建议，需要进一步来评估。到底有没有第5方案、第6方案？的确在地方有包括这里谈到宜兰到县政中心中间可不可以设站？既然委托顾问公司在做中委，这些声音都会把它纳入我们的评估。不是宜兰，不是4城，有第5案、第6案。这个要你们现在是在玩模拟城市，还是玩大富翁？7000万的计划是不是就是打水漂了？各地方他会提他由下而上的计划，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在宜兰这个问题。到我们综合规划开始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高铁延伸去宜兰的书面报告，敢若列出4个站址的优点甲欠点。有立委质疑讲，新增加2个案内底无讲到半句，其中第5案伫咧宜兰市，地点伫咧宜兰站，还佫有管政中心站的中央。若第6案伫咧宽市东路大高线迄块咧啊。王国材证实，20已经有甲立法院长游锡堃来说明。院长讲，除了4城以外，其他的站址伊拢无意见。你昨天有跟游锡堃院长报告，游锡堃院长的态度是什么？他讲除了4城以外，他没有意见。他请我们尊重专业，然后我们就去做评估。工程专业的问题，我们尊重专业，不要政治的干预、政治的介入。一直秉持这样，所以才会把宜兰设站的困难提出来所以我这个本来就秉持这样来做。公开4个站址，要是由顾问公司评估当中，若新增加2个站址，嘛会做伙纳入讨论。另外，宜兰高铁站的站址，当时会有结果。王国材表示，宜兰铁路高计划综合规划报告会伫年半以内出来。若宜兰高铁站决定地点的代志，也无时间表，不过未比高计划要搁较久，讲会伫年半以内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委单票位的罢免案，10月23特别投票，选票已经印好了。早起台中武丰警察局嘛派警察去管制，一寡区公所已经领到选票。分局表示，23的早起17点就将选票送到每一个投开票所，8点开始投票。一箱一箱的选票装好送上车，边的警察是真注意，佮配枪戒护，就惊过程有视觉差。
区公所的人员也来确认选票的数量，就甲选票再登去。其三要进行立委单僻位的罢免投票，负责印选票的财政部印刷厂，这几天拢严格管制人员的出入。规工警戒就是要确认印选票甲装选票的过程会当顺利。警戒的部分，我们都有携带长枪跟手枪的部分，然后来确保选票运送的过程当中能够万无一失。警方指出，10月19印完罢免票，20点收封起来，21由各区公所领登去坑。警方除了专程戒号，也派警车护送到区公所。伫投票进前，拢加派卡手，甲区公所列作是加强警戒的重点巡逻区。各区公所那跟配合警力的部分来那个印刷厂这边将全部的那个罢免票运送回各区公所存放。那存放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派警力做重重的警戒。台中市选委会表示，这届单僻位罢免案投票人数计共29万4千多人，要通过罢免，同意票要有7万3千多张，而且同意票要比无同意票更较侪。第23迄天透早7点，选票会送到投开票所，8点就当开始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底站有一间国小一个资深的老师会拍学生骂学生真超过，家长是要向学校反映，也毋过学校拢无处理，家长阁向议员甲人本基金会提出申诉。学校是表示，这个老师已经无阁担任导师了，转做科任的老师。也毋过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长期以来无适任的老师拢无一个机制会当好好处理。小孩要考多好才不会被您打？学生伫咧学校长期被退换，家长向学校、议员甲人本基金会反映，也可提出录音带证据。爸爸妈妈都不想教你了，当你都天才了，爱迪生在学校学不会，他妈妈回去很认真教他，你妈妈有认真教你。学校功课老师讲的是屁话，是吗？代志发生伫咧苗栗县底南一间明星国小。家长讲，一位姓杨的教师长期用体罚、精神甲语言暴力伤害学生。去年11月开始就传出讲，这位老师叫学生去看医生评估，不准下课、语言霸凌甲体罚等情形，向学校反映了，议员是拢无改善，所以录音搜证，要让家长转向议员甲人本基金会申诉，希望学校会当启动无适任教师处理机制。学校都清楚，老师有捏耳朵，有用尺打，只是没有验伤单，所以无法认定体罚。那到底我们的体罚认定为什么真的标准这么低？学校也有做一个教学上的一个调整，针对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学方式，我们会请主任再去做一些观察啦。经过几多个月时间处理，这位老师被调离班导的职务，才做科任老师。也毋过，这种案例除了无适任教师的证据以外，也看到校事会议的可能的缺失。程序要不要怎么走？程序要不要有外部人士参与？都还是学校校长一人在主导。了不起有所谓家长会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之下，这个案子学校认为没有构成法规上认为教学不利的情况。人本认为，校事会议的成员目前是以共校的教职员为主，就算是外聘委员，也拢由学校选，容易造成师资相互的情形。所以建议未来应该避免身份的冲突，以利动权利的专家为主，维持公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甲尼泊尔最近一直落大雨，嘛做大水哦。目前至少已经造成150个人死亡，超过1600栋的厝拢毁掉，几啊千个民众撤离。印度的气象单位表示讲，雨会豆豆变色，也毋过哦，尼泊尔雨会阁落一阵仔。这间伫咧山坡的厝，厝顶好像在涂胶底条的，命是挡袂牢规个出落去，规栋厝规个房间去，边仔这个也真危险。附近的民众是哪叫哪走。印度这几天落大雨，被阿干德邦灾情真严重，大水规个下来，若是甲厝冲走，也个民众和涂胶底条的。对于关键所在下来大水真强，救援人员百姓拢真危险。当局已经关闭学校，并且宣布暂停宗教甲旅游活动。रास्ते बंद है तो प्रशासन के साथ मिलकर जो है लगातार हम लोग रास्ते खोलने में भी लगे हुए हैं। गौला हल्द्वानी के है यहाँ पर जो नदी किनारे लोग रहने वाले हैं
उनको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र शिफ्ट कर दिया गया है।被阿罕德邦往年伫咧几个10几分的降雨量差不多30毫米，不过伫这礼拜出现24点前后就落了328毫米。印度的气象局讲，雨有较细啊，因若伫咧印度东北边小海的尼泊尔，也因为落大雨做大水，而且雨是一直落，伫短时间内爱过度改变，真侪桥、路甲厝被大水冲走，交通规个中断。尼泊尔西部的城镇赛地的村庄有60位居民已经掉伫内边2天，救援人员正想办法入去救人。官员警告讲，未来几天有一寡所在也有可能发生灾情。两个国家官员拢宣布会提供受灾户补助金。印度总理莫迪认为，落大雨是因为气候变迁。不过专家讲，喜马拉雅山顶的顶楼的水利发电计划，正惊的沙坡顶的过度开发，拢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外，全球暖化和喜马拉雅山的积雪扬起，国家上大雨，再互山顶的水规个拢下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巴西参议院针对疫情的调查报告指出，讲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应该爱为60万为着病死亡的民众哦，佮有乌白开钱等问题来负责。这份报告拢总有1200亿，对总统有真侪指控哦。也毋过波索纳罗嘛回应强调讲，这个调查拢是浪费时间。巴西参议院伫个20发布调查政府疫情管理委员会提出1200亿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讲，司法机构应该就防疫无够力致使60万人死亡，甲滥使用资金这个罪行来起诉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不过，伫报告的初稿也有讲到建议控告对原住民团体的灭绝行为，伫上尾发布的版本内底去互人抬掉。O genocídio eu já expliquei, queria mais uma vez explicar, não foi retirado, ele foi trocado por mais um indiciamento de crimes contra a humanidade. Ele será indiciado por crime contra a humanidade na questão da Prevent Senior, de Manaus e agora também dos povos indígenas. O que foi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调查委员会要经过6个月听证会后，提交这份报告。波索纳罗前后要反对封锁、挂喙嗡、甲接种疫苗这个政策，甚至还佫公开咧笑使用呼吸器的患者。这份参议院委员会调查报告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嘛会甲交送予检察官、联邦国家法院，甚至是有可能甲送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不过波索纳罗伊否认讲伊有无适当的行为，佮指责调查单位是针对伊的政治来做迫害。Tomaram o tempo de nosso ministro da Saúde, de servidores, de pessoas humildes e de empresários. Nada produziram, a não ser o ódio e o rancor. 这份报告原定伫19个月来发布，不过上尾延迟24小时，引起巴西媒体来继续抨击。这份报告伫26委员会投票进程，还佫会当做修改。也若讲是毋是要来遵循建议起诉总统的决定权，就予巴西总统提名的总检察长来决定。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东京奥运游泳的选手王冠宏伫全运会参加在项目的比赛，摕到8块金牌、2块银牌哦，800公尺自由式嘛拍破全国纪录。另外，全运会波胜区比赛金牌哦，嘛拢是东京奥运的选手。打得非常的好。这群出去正准目标对手，中国拳击高手陈良琴伫110年全运会女子75公斤级的金牌战，第3回合对手起源顺利摕到金牌。这届全运会进程，陈良琴才公布讲，伊捌得到淋巴癌，经过2年的治疗，抗癌成功。但他现在是化疗成功之后，已经是治疗完成了，顺利完成全运会连霸，也证明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所来也伫咧12月去土耳其参加世锦赛。这届全运会4位中国高手拢顺利摕到金牌，其中60公斤级的林玉婷，长期母校英国工商参加比赛，也顺利摕到个人第4名金牌，而且正拄好，伊的教练詹志强也捌伫遮摕过92年全运会金牌。伫咧游泳池的比赛也拢是中国高手的天下，代表台北市出赛王冠宏伫游泳最后一项的比赛，佫摕到50公尺蝶式加40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伊伫今年全运会总共摕到8金2银，其中800公尺自由式打破全国纪录。比赛开始，挑战男子400公尺跨栏7连霸。
看来王子陈杰代表台中市参加比赛，伊穿黄衫走伫直立跑道，虽走出个人这2年上好的成绩49秒84，不过代表桃园市的片明阳也走出个人上好的成绩49秒72，摕到金牌。彭明阳、陈杰抵达终点。陈杰连霸虽然失败，不过依然摕到男子1600公尺接力的金牌。个人伫咧全运会总共摕过17面金牌，里边奠定上侪金牌纪录。另外，男子200公尺决赛，代表花莲县的台湾走上紧的查甫人杨俊涵，自头到尾拢领先，上尾啊20秒72摕到金牌。伊参加过5届全运会，总共摕过10面金牌，是第8位10金的选手。有点稍微劣势，台中市目前直接赢。这届全运会第1遍加电竞落地比赛项目，团体赛英雄联名，由台中市2比1拍败台北市，摕到史上第1面电竞团体赛金牌。台中市另外伫个人赛罗氏战绩也金包银。130年全运会会伫咧2月下昼办闭幕典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队伫东京奥运表现了真优秀，也毋过哦，奥运一结束，一寡防护员、心理师就无头路咯。有立委就批评讲，国训中心的专业人员哦，有超过70%拢毋是正式员工，要求教育部应该爱想办法来解决。2金4银6铜牌，创台湾历来上好的成绩。东奥选手表现出色，总统阁头一摆伫总统府办 party 致意。毋过选手背后的团队，即嘛煞有袂少人无头路，因为因侪拢是国训中心用专案聘用的人员。这些运科的人员呢，已经有多达51人，但51人里面，真正在编制内的只有15人。台湾英雄背后最重要的支撑资源。有70%的人力是来自于计划聘用。运科人员有超过70%，毋是伫编制内的工作人员，营养师甲情书小组甚至无正式的编制，就算数落来有黄金计划2.0，专案式的聘任方式，要是无法度甲人才留落来，选手的训练甲运科受影响。朝野立委质问教育部处长，嘛是国训中心的董事长林天高，看这是要安怎改善？目前我们国训中心正在针对运科的组织跟人力的部分呢，目前正在做一个检讨了哈。林天高解说讲，目前国训中心运科的组织甲人力整体还搁咧检讨当中。不过，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表示，国训中心106年到111年预算已经成长167%，公务预算的补助削减3%，体育公务甲基金长期失平衡是结构性的问题，教育部就要重视，免想要凊彩准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针对海草大做专案报告哦，经济部是强调讲，第3天然气开发案是对环境友善公益的开发案。也毋过，长期关心海草大的环保人士潘中正是认为讲，马上停工，毋免等啊公道过关哦，才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利。受邀请来报告海草大保育相关工作，海委会第一个说明，伫大潭海草大发现的保育类柴山多杯孔酸螺数量稳定，环保署嘛背书，讲3接的开发拢依照环评承诺来进行生态甲环境的监测。经济部更加伫执政党立委质询时阵强调，3接的开发有环境的公益性。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经济利益上的开发案。它是有环境公益的意义内涵在的一个开发案。顶爱海草大公道领先人潘中正嘛受到内政委员会邀请来报告，伊认为真正要对国家做出有利的代志，就是3接工程爱马上停工。公投也在即，现在的停工呢，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不然公投如果过关，现在所有的这些工程什么呢，通通都是浪费。潘东正更加进一步提出公文指出，保护海草大业务早年是伫农委会，当时公文显示，农委会表示大潭海草大生态应该保育，并无异议。但了后保育失职，认为接手的海委会应该直接指定大潭海草大是自然地景来保护，但海委会也无拍算。我们还在做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我们才在会评估，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在启动啊。海草大公道推动小组不满，也有国际保育组织写批予总统蔡英文，
了后是支持海委会来回批，批评海委会唔愿公开信件内容。主委李宗辉强调，信件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无需要公开。和内政委员会调委林维洲讲，要成立调阅小组举行秘密的会议，来检视内容到底是有偌秘密。记者林王德新台北报道。台南关电的林家因为年初欠水哦，后来又搁落大雨，今年的产量是真歹。也毋过伫9月底捌做过勘查哦，农委会是认为讲还未到补助的标准。也毋过有民意代表是要求讲，农委会应该嘛是爱想办法来减少农民的损失。虽然目前已经挖进菱角的产季，毋过加入去菱角田数量虽然毋是真侪，今年8月中因为落大雨的影响，关电的菱角产量真明显有减少。以往阮都知哦，正是算大采收的时间啦。阮若拄有应付咱农会举办这菱角节，阮正拢大量生产啦，啊，今年无去啊。9月底捌透过民代争取勘查，却因为无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摕无农委会的补助。不过立委认为，菱角农因为产量减少造成损失已经是事实，所以希望会当比较前年以补助就非顶主材的方式，会当来减少农民的损失。那我们今年希望呢是比较前人的方式，透过用资财补助的方式来办理。因为这时阵嘛是无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所以咱就用这个方式来协助农民吼。这个方式吼，就是看大家后阵议员吼，感觉这个方式会使，咱来建议包括看注意这部分，真的也同意的话，咱就安尼来协助农民。根据关电农会的资料，去年9月份，农会共同运销的数量大约是5吨，今年统计到9月份为止。数量却仅只有183公斤，9月份的菱角数量确实有减少。农民希望相关单位除了针对敢有属于天然灾害之外，也要重视产量大量减少的问题，并且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沿海地区哦，粉叶啊、蚵仔壳制作真侪本色。县政府伫宝仔寮渔港的附近哦，设一个空地，要互养殖业者会当暂时来放这款的本色，未来再搁来利用哦，会当来当做是减少落水溪烘焙酸的材料，也是真做是饲料添加物哦，真做循环再生经济的利用。来到云林沿海养殖区，沿途小路也是坎地，至少拢会当看到被淡色的蛤蟆壳，因为处偏僻管理困难，真容易造成环境垃圾。为着要养殖好有所在会当拼蛤蟆壳，县政府将伫宝仔寮渔港的南花设置1公顷的暂制场。咱这个物件要搬出去，临时因为侪人咧掠，有时刚配袂好势，伊会转就随便凊彩个拼咧。所以引起迄个臭味哦，会影响到咱迄个乡的内底环境哦，会污染啦哦。养殖协会表示，为了靠乡有被养殖生产区，但这几年来蛤蟆有新入价，养殖户若要去化蛤蟆壳，搁要开一笔费用，造成凊彩品的情形严重。现在若是有空间会当垦地，嘛希望政府会当有专案配套做好管理。那也让它有一个集中管理的地方，那我们也会妥善来管理的哈。甚至未来的整个去化，不只是拿到浊水溪做定沙计划，甚至呢，我们都知道这些贝壳类啊，经过加热哈粉碎以后呢，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饲料或是肥料。文管局表示，云林沿海4湖口湖未了限地西4乡镇，蛤蟆养殖面积大约3300公顷。虽然去年在大西乡嘛有设置废弃的蛤蟆暂制场，但有其他乡镇的养殖户因云山距离较远意愿低，现在口湖暂制场将在11月完工，将配合管制提升蛤蟆壳的气化。记者为您报道。再来看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真严重的死伤哦。今仔台北市消防局嘛伫大安区有50栋历史的台北信维大楼做防灾的演练，一栋大楼有487户，1楼拢是店面，2楼嘛会做生意，3楼以上是徛家哦。这个都市更新嘛已经讲10外档咯，也毋过拢无进度。人车前往抢救，目前我们看到消防车陆续抵达现场。发现有所在着火烧，消防人员赶紧出动喷水拍火，各有分队车咧斗相共民众逃生。北市府早起进行消防演练，专家建立咧信维大楼，因为这个所在已经有50年的历史，地毯都已经生鲜，看出来是一栋古老古潮的建筑物。今日去大楼内底，也阁有早期的会议型走廊，壁拢已经落漆，阁有洗衫机放伫咧门口口，因为厝内底实在无所在通放。就是因为安尼，就算讲走廊本来无介矮，但是即摆已经订真侪物件，空间就剩一担物仔。
即阵看到城中城大火意外，互住伫遮的民众拢真烦恼。会担心啊，可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自己又不能自己去盖，又那么多户，将近500户哎。我们这房子很小了，可是说那因为怕那火灾造成我们都不安全啦。自相混合的成为大楼，住户大约487户，1楼甲2楼是店面，3楼以上是徛家。有能力的民众拢已经搬去外口，大入来大部分是经济弱势族群。壁顶悬阁有打都更的议员书，但是已经讲10外档也无结果。社区也一直在推都更，那这边市政府也乐观其成。那只要他们整合好，我们会尽量来协助。接下来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再更精进他们的一些消防作业。都市更新需要所有权人的共识，居住环境的公安问题是袂当急放放，尤其是人口甲产权拢真复杂的旧大楼，安怎避免造成都市的危险，真做上界要紧爱解决的代志。记者综报道。最近桃园大溪有3个智慧型的公车站的车牌受到破坏，大溪分局掌握应该是一个大约40岁的查甫嫌犯做的。交通局是表示维修的费用超过10万块，会依法向破坏者要求赔偿。在地路边的智慧型公车牌互人破坏，被降价规个破记，敢若地图盲死共款。真侪许多人伫咧等公车时阵，看袂到即时资讯，也袂晓用手机查，唔知车当时会来，实在是真无方便。当然不方便啊！之前都知道公车讯息几分到嘛？现在不知道，要不然就是用手机上网啊。可是你年纪大的人没办法，这样破坏就不对了。桃园市有830座独立式的 LCD 智慧型公车牌，伫最近有议员接到大溪区民众的反映，讲新过尾站公车牌互人破坏，拄则通报交通局换好新的公车牌，无想到讲徛顶站的公车牌也互人破坏，议员要求警方赶紧抓到破坏的凶手。在3个礼拜的时候，那民众有陆续过来跟我们反映，比较像是用锐利的东西，然后直接这样子猛力的敲锤，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经本分局远警调阅监视器影像，已掌握犯前，客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办。对大溪区新街尾站甲徛顶站两边总共3个公车牌的电子看板互人破坏，大溪警分局已经掌握到一位大概40岁男性嫌犯，除了依法对办，交通局估算3座公车牌连工带料修理的费用超过10万，也依法向破坏者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华语叫做上师道的家母主是咱台湾的原生种，本地伫婚姻的理论，才有一大片也毋过因为伤济游客，最近数量是减少袂少。当地民众就家己来种几百丛的家母主，望讲会当成功来服务，咱做伙来了解。婚林二轮的4番地保安林内底，有一群大人囡仔、大粒官、小粒官，当咧种家母猪。因即摆种600丛的家母猪，希望会当成功保育，恢复数量，也互生态更愈丰富。我们今天呼吁600颗鸡母猪，志工从采种、育苗到现地栽植，大家都非常满心期待，希望能提升。这生态的丰富性。家母猪是一种菌类的食物，又个号做上师豆，适合伫亚热带地区生长，是咱台湾的原生种。本地伫4番地保安林内底发甲真好，不过因为真侪民众会来2轮的自然步道行踏运动，地区家母猪互酸糖愈来愈少。即马重新种家母猪，就是希望讲恢复当初时的数量。不过这家母猪食水水汪水。其实是有毒，就要设置。林务局也趁这个机会教育民众。林务局其实针对这个法年的这个生态植树我们采的是这个树种的多元。那当然我们要适地适木。那我们也采原生种为主来做栽培。这届活动也和民众做伙动手整理家乡的环境，也通顺续教育民众相关的知识，包含保育环境、林物无共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县嘉东乡的国公国小最近争取到经费，会当甲校园翻新。学校是起新的球场甲游乐器材，
正特别的是，应用在地上出名的农产品西瓜来设计七合米啊哦，亲像阁有孔卡桥，阁有粗粗啊，拢是西瓜的造型。咱做回来看卖。红记记的色水食饱甜，好亲像甜不不的大西瓜。这是屏东县嘉东乡玉光国小的游乐场新器材，用嘉东出名的农产品西瓜做特色，来设计孔卡桥、千手、粗溜龙等等的游乐设施。我们学校的特色其实非常的鲜明，我们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西瓜的概念在里面的，颜色很鲜明，非常的饱满，然后让孩子觉得很快乐。全台湾有8成的西瓜果子仔，拢是伫嘉东出产。玉光国小长期规划真侪主题课程，带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甲文化。即马佮甲西瓜概念结合学校的建筑，加强学生囡仔的在地意识。我喜欢这里的那个游乐场，都是西瓜的样子，很漂亮。因为我们家中这里的名产都是西瓜。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跟我的作品跟我的课程全部都是西瓜的概念，所以他们是很清楚说西瓜在他心中的这个价值，它就是来自西瓜苗的故乡。有新的球场甲游乐设施通使用，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欢喜。上重要的是在地文化和日常生活会当相结，也真做玉光国小的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蒋渭水基金会哦，伫台湾文化协会成立8档，嘛推出动画来纪念，利用趣味的动画来消解100年前的台湾本土意识，嘛甲囡仔册免费送互学校。即摆的台湾人对蒋渭水甲伊经历的迄个时代有偌济了解，会当透过蒋渭水基金会进前出版的《台湾维新蒋渭水》这本红仔册来了解。迄阵是想要互较少年的来了解这段历史啦，大家较无耐性。有当时吼，一张图吼，伊嘛会使讲真侪文字，伊一张图就让它表示啊啦。学校的册本内底对蒋渭水的一生经历过阶段、历史名词等等的小解有限，基金会接受讲出版红仔图的传记，互读者会当轻松阅读日本时代到达民主启蒙的过程的几个重要阶段，配合文学8档，嘛开放台北市小学的图书馆免费领取。1920年代的事件，迄上个重要，譬如讲文化协会创立。也是咧东京2月请愿迄个小文达台湾头一个飞行师赛会林记来亚传单，像即款的，阮拢甲变成迄个影片啊，嘿。除了红仔册，基金会最近阁杀几出动画影片，亲像这段以静修女中做背景，搭配文化协会会歌，描绘蒋渭水甲林献堂等人伫遮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事件，希望用多元的方式消解这段台湾本土意识不隐的历史。记者电影文学界曾派文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人伫厝上班哦，也毋过伫厝上久会真压杂。有人头脑就动了真紧哦。伫巴西第一大城，就有200间户外共享办公室，有业者哦，佮伫厝近起一个大沙坡啊，要互上班族来享受亲像伫海边啊办公的感觉。坐伫桌椅仔顶拍电脑，脚踏的是规片海沙坡。若无详细话，就是讲是伫咧海边啊。这是一间共享办公室。设伫厝顶的露天办公区，巴西即马正流行伫咧户外办公。第一大城圣保罗即马就200间共享空间有户外办公区，像这间 GoWork 就是这种形式。Pré-pandemia, 95% das empresas eram empresas ligadas à tecnologia. O que aconteceu com a pandemia? Outros mercados em busca de uma solução mais eficiente, mais inteligente e menos custosa de escritórios começaram a procurar o coworking. 在过去18个月，巴西因为疫情封锁，真侪人拢远距上班，带动共享空间市场的成长。真侪本来正惯势入去办公室工作的，譬如讲律师、会计师，也开始进入共享空间。GoWork讲，因的14间分店，传统企业的人客增加300%。这款人客除了工作的需求，也要求舒适的环境，一个人甲其他人建立连接。所以经营者伫咧空间的设计是改变传统的思考，
花园会当做办公区，要咖啡馆篮球场。另外，有业者推出亲子优先，父母若会当带囡仔来上班，因也有提供托育的服务，家己到带囡仔，价钱也无贵。除了办公厅的费用以外，一年国加$180，差不多大票5000。Mudou, agora vem pra cá, é outra, só da gente sair, a gente se arrumar, a gente tem um compromisso, sentar aqui, sair de casa, acho que isso já faz muita diferença. E agora com ele, com a possibilidade de trazer ele pra cá, aí ficou melhor ainda, que aí eu consegui juntar duas coisas que eu gosto de fazer, né? 那做事那休闲，一个人兼顾家庭，和共享办公室伫咧巴西愈来愈流行。即马伫圣保罗大概有1500间共享空间。伫后疫情时代，办公室的形态正向着多元弹性的方向伫咧做改变。公司新闻市关零编辑。昨昏高中方志哥伫一个公开活动有一个10岁有身心障碍的细汉囡仔，一直向高中讨要爱伊头壳顶伫的迄顶白色的帽仔，讨几啊遍拢无要放弃。高中毋但无上去，佮学老讲这囡仔真有勇气，真认真来表达伊的自由意志，嘛爱大家拢有这款的囡仔心。10岁小帕奥洛突然间走去台顶，向高中方志哥问好，伫咧伊面头前行来行去，也无伫咧插活动，正伫咧进行，直接甲方志哥的手扭起来，一直伫咧跳。坐伫边海萨比恩查主教也阁徛起来，要甲为让互伊坐。不过小帕奥洛无想要坐，伊想要伫方志哥头壳顶的帽仔，甲伊小拍断，也阁一直拜托方志哥甲帽仔互伊。尾啊，小帕奥洛的妈妈上台甲伊带落去，不过伊正紧又阁走去咧台顶，由方志哥的手继续跳，敢若是叫伊甲帽仔互伊。过程中有人摕一个小名，互方志哥送互小帕奥洛，不过伊袂。尾啊，有人甲伊带去边啊，有一位反对讲的职员摕一顶帽仔送互小帕洛，而且甲伊带落台，送登去爸母的身躯边。小帕洛摕着帽仔，看起来敢若真欢喜，也毋过无偌久，阁走去咧台顶。Upon all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I invoke the joy and peace of the Lord. May God bless you. 小帕洛戴着帽仔，总算有够气啊，向方志哥下手，家己行登去。84岁方志哥尾也讲，小帕洛有身心方面的障碍，这互伊想到耶稣所讲的，儿童有自发加自由的天性。当小帕洛展现不断向前的自由意志，就敢是伫咧厝内共款自在，人就爱敢囡仔共款有挖滚自的勇气。Per la lezione che ci ha dato a tutti, e che il Signore lo aiuti nella sua limitazione, nella sua crescita, perché ha fatto questa testimonianza che le è venuta dal cuore. I bambini. 高中方志哥是20早起，伫咧布洛纳西大厅主持拜赛公开接见活动。伫小帕洛进前就捌发生过，囡仔伫咧高中面头前展现天真的模样。2018年，就为无法度讲话囡仔走去咧台顶过来过去，一个跪伫咧高中随时军卫队的面头前一直解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